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3年8月初1。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创世纪30章第37节到43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0节到1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战备。圣经安怎来教导基督徒面对困境，还是讲面对撒旦的攻击，还是讲面对敌人恶势力呢？最近因为台湾伫2024年的1月有要总统大选，目前呢，关于这个台湾的封闭有几个无共款的讲法。上大的这个差异，就是讲有人主张袂当有这个军备啦无会刺激中国啦另外就是目前咱台湾的情形，就是咱差不多是美国做主体的这个区域的联盟，第一岛链的这个封闭这个组织的策略。当然，咱特别爱思考讲，倒一个是比较较实际，倒一个才会当保全台湾的安全，甚至对基督徒来讲，倒一个较是下伫圣经的假释。相关咱嘛无要来讲政治，还是讲倒一个政党来支持啦但是咱要对圣经的立场来看政治。圣经中间常常提到，上帝是光，世界是黑暗的。基督徒是光，基督徒嘛爱成做世界的光。那安尼，这个光明甲黑暗中间的这个战争啦咱讲属于光明的基督徒，咱需要准备无啦？耶稣基督捌用10个查某囡仔的故事，伊讲到这10个中间有5个是聪明的，因为因有准备；另外迄5个无准备的，耶稣讲因是愚妄的。就这个论点来讲，耶稣基督爱咱有所准备免伫迄个新郎来时阵，咱完全无被办就被拒绝啦。所以因为主讲人主来亲像贼共款，因为安尼对圣经立场，咱来看基督徒的生命是必须爱有完全的准备。昨咱有讲到雅各甲伊阿舅拉班中间的这个战争。这个第三个雅各的战略，就运用着上帝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上帝早就已经备办给雅各的，因为安尼伊会当真坦然来甲伊的阿舅拉班来谈判。圣经创世纪30章37节到43节。记载着这段因的对话。雅各摕着这个羊树、杏树、甲饭树较软的枝，掰一半部分的皮，互内面的白色的条纹露出来。伊佮将剥皮下者的枝插伫羊在啉的水沟甲水槽，互因甲羊相对。羊来啉的时阵，公母来交配。羊伫这个树枝的对面交配，就生有斑的、有点的、有条纹的。雅各就将这羊分出来，互因面对拉班有条纹甲乌色的羊。伊就将家己的羊另外放伫一个所在。无甲拉班的羊拦插，臃肿的羊交配的时阵，雅各就用树尾插伫水沟内，互羊面对树枝来交配。
毋久，萧山的羊交配时阵，伊就无插手机。安尼，萧山的规拉班勇壮的规雅国，对安尼雅国非常好业，有真侪的羊群如被牧人落到甲路。上帝互雅国有即个大囝的祝福，也伫伯特利的所在，伊来显现。上帝并且应允雅各，要甲伊三角地底，无论伊去到伫倒位，上帝拢要保护伊、祝福伊。这是上帝为着伊备办这个保守的恩典，因为上帝应允要保守伊，亲像大卫王伊伫迄个细汉的时阵，面对歌利亚，伊所讲的话。圣经的记载讲，大卫对扫罗讲：“你的仆人为我老爸放羊，有的是来狮啊，有的是熊来。对这个羊群的中间，要掠一只羊过去，我就追入伊来攻击伊，将羊羔对伊的喙中来救出来。伊起来要害我，我就用着伊的喙手将伊来拍死。你的仆人要拍死狮甲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永生的上帝军队伫遐来落灭，就要亲像狮啊甲熊共款。大卫佮讲：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啊甲熊的爪，一定会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是撒母耳上卷17章37节、34节到37节的记载。咱看见大卫的讲法，就是讲上帝伫大卫细汉的时阵，各样的生活顶悬来做准备。伫伊真正需要的时阵，伊就代表以色列人来去面对强敌非利士人，甚至迄个官腔大汉的歌利亚。备战战备真正是足重要。你若无备战，就会去互这恶霸的国家来欺负，亲像这个苏俄面对这个乌克兰共款。这为什么咱目前所看到以色列因总是有万全高度的这个准备，有这个备战，佮有全世界密度上悬上多的飞弹。保罗互以弗所教会的培训中间，伊嘛真明确来指出，伊讲最后我劝恁着甲主结连，靠伊的大气力做坚强的人，着将上帝所赏赐全套的武装，互恁徛在，通抵抗魔鬼的诡计。因为咱毋是甲有血有肉的人在交战，是甲天界的邪灵，就是这个黑暗世代宇宙的统治者、权力者、掌权的交战。所以，得用上帝所赏赐全套的武装来装备家己，通伫邪恶的日子会当抵抗对敌的攻击。坚持到底，持守阵地，所以得徛在用真理做大厦，用正义做护胸甲来穿，用准备好势的和平的福音做鞋来穿，就不是用信心做盾牌，通拍化邪恶城内的火的箭。就用真珠做头盔，用圣神来做剑，就是上帝的话。靠着圣神专心的祈祷，
常常来祈求，着不时来警醒，时常为着所有的信徒来祈祷。亲像以弗所书第6章13节到18节，保罗所讲，基督徒不但爱有正备，更加有精全的正备。咱看见以色列的国家，不但伊拥有全世界上济密度上悬的飞弹，伊佫家己研发出一套，咱会讲这个天勘这个飞弹的防备系统，来确保伫这个敌人围雷的这个情形的下面，会通有一个安全的国防。其实这就是圣经的教示啦耶稣基督甲保罗甲咱讲的拢同款。伫信仰的生命中间，咱嘛必须要有万全的准备，有全备的军装，咱才会当抵抗这撒旦的攻击。诗篇65篇第8节到13节，听起伫地尽头的人会因为你的心热着惊畏。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还雨；你管顾土地，落雨管压，互土地增肥，上帝的河水满满。你安尼准备土地，供给五国；你管压田园，互水满满，满沟满陵，互土糜软软。你赐福互栽种的拢大长。你用丰收做年冬的免流，你经过的路有油得滴，连旷野的草坡拢有油得滴。山顶用欢喜做大来下，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山谷有五谷做外套来磨，因拢欢喜出声吟诗。根据上帝帮助阮伫信仰。伫阮的生命中间，会当有较全的准备，互阮伫面对恶势力、撒旦、强敌的这个围雷的中间、包围的中间，会当得到上帝的保守。安尼谦卑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